你為要人類取犯肩上的榜樣，為我們的救主取了肉軀，並承受了十字架的苦刑。求你使我們服應基督堅忍的教訓，好能堪當分享他的復活。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，各位請坐。而家係聖道禮。今日嘅讀經一，依撒意亞先知提及嘅受苦僕人，就係那位為救贖我哋而甘願受侮辱嘅基督嘅預像。而家就請大家恭聽呢一篇讀經，禮儀書第20頁。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。我主上主賜給了我受教的口舌，叫我會用言語來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喚醒我，喚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學生一樣靜聽。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，我並沒有違抗，也沒有退避。我將我背轉給打擊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。對於侮辱和唾污，我沒有遮掩我的面，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，因此我不怕蒙羞。所以我板着臉，像一塊碎石，因為我知道我決不會受辱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答唱詠嘅答句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凡看見我的人都譏笑我，他們都撇着嘴，搖着頭說：他既信賴上主，上主就應救他；上主既喜愛他，也就該拯救他。我的上主，我的上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成群惡犬圍困着我，大批歹徒環繞着我，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，我的骨骼坑坑可數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，為我的長衣，他們拈鬮。上主，請不要遠離我的勇力，請速來輔助我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，在盛大的集會中讚美歌頌你。你們敬畏上主的人，請讚美上主。雅各伯所有的後裔，請光榮上主。以色列的一切子孫，請敬畏上主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讀經已講出，耶穌基督為愛我哋謙卑自下，甘受凌辱，因此受到舉揚，成為眾人的主。禮儀書第21頁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說：弟兄姊妹們，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。
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，天主極其舉揚他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；一切唇舌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，以光榮天主聖父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為迎接基督嘅福音，請大家起立一同詠唱。耶穌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，天主極其舉揚他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。今日會宣讀月年馬竇所載主耶穌基督嘅受難始末詳釋，喺禮儀書嘅39頁。敘述嘅部分由各執事宣讀，群眾嘅部分由教友宣讀，耶穌嘅部分由主禮神父宣讀。由於今日宣讀嘅福音較長，教友可因自己嘅需要而坐低。馬爾谷所在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。逾越節和無酵節的前2天，司祭長和經師設法用詭計捉拿耶穌，要殺害他。他們說：繼續在善惡。當耶穌在伯特尼麻風病人西滿家裏正吃飯的時候，來了一個女人，拿着一玉瓶珍貴的純納爾多香液。那女人打破玉瓶，把香液倒在耶穌頭上。有些人頗不滿意，就彼此說：為什麼要這樣浪費香液？這香液原可以賣300多塊銀錢，施捨給窮人。他們對那女人很生氣，耶穌卻說：由他吧，你們為什麼叫他難受呢？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好事，因為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，你們幾時願意都可以給他們行善。但是你們卻不常有，已做了他能做的，提前覆沒了我的身體，是為安葬之事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將來福音無論傳到全世界什麼地方，必要傳述他所做的事，來紀念他。於是那12人之一猶達斯伊斯加略去見司祭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他們聽了以後，不勝歡喜，答應給猶達斯銀錢。猶達斯就尋找機會將耶穌交出。無酵節的第一天，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，門徒對耶穌說：
你願意我們到哪裏，給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？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：你們往城裏去，必有一個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來，你們就跟着他走。他無論進入哪裏，你們就對那家主說：師傅問我同我的門徒吃逾越節晚餐的客廳在哪裏？他必指給你們一間佈設好的寬大後廳，你們就在那裏為我們預備吧。門徒去了，來到城裏，所遇見的正如耶穌給他們所說的，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穌同那12人來了，他們坐下吃飯時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有一個與我同席的，要負賣我。門徒們就憂悶起來，一個一個的問耶穌說：難道是我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是12人中的一個，同我一起在盤子裏被斬首的那個人子，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寫的而去，但是負賣人子的那人是柔和的，那人若沒有生，為他更好。他們正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了，擘開，遞給他們說：你們拿去吃吧，這是我的身體。耶穌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，他們都從那裏杯喝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這是我的血，盟約的血，為弟兄而傾流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，直到我在天主的國裏喝新酒的那天。耶穌和門徒唱完聖詠就出來，往橄欖山去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都要跌倒，因為有記載說，我要打擊牧人，羊群就要散散。但我復活後，要在你們以先到加利納亞去。伯多祿對耶穌說：即使眾人都要跌倒，我也不會。耶穌向伯多祿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就在今天夜裏，雞叫兩邊以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伯多祿更加激烈地說：即使我必須同你一起死，我也決不會不認你。眾人也都這樣說。他們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裏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就在這裏等我去祈禱。耶穌於是帶了伯多祿、雅各伯和若望同去。耶穌開始驚懼恐怖，便對他們說：我的心靈悲傷得要死，你們留在這裏，而且要醒悟。耶穌往前走了不遠，就俯伏在地祈求，如果可能，使這時辰離他而去。耶穌說：父啊，阿爸父啊，一切為你都可能，請免去我這杯吧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願，而要照你所願意的。耶穌回來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伯多祿說：西滿，你睡覺吧，你不能醒悟一個時辰嗎？你們醒悟祈禱吧，免陷於誘惑。心神
固然切願，但肉身卻軟弱。耶穌又去祈禱，說了同樣的話。耶穌又回來，見他們仍然睡着，因為他們的眼睛沉重，也不知道要怎樣回答耶穌。耶穌第三次回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還睡下去嗎？還休息嗎？夠了，時辰到了，看，人子就要被交付在人手裏。起來，我們去吧。看，那負賣我的來了。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，那12人之一的猶達斯也到了，同他一起的還有帶着刀劍棍棒的群眾，是由司祭長、經師和長老派來的。那出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：我口親誰，誰就是，你們捉住他，小心帶走。猶達斯一來，便立刻到耶穌面前說：辣彼。於是猶達斯口親了耶穌，他們就向耶穌下手，捉住了他。站在旁邊的人中有一個拔出劍來，砍了大司祭僕人一劍，削下他的一個耳朵。耶穌開口對他們說：你們帶着刀劍棍棒出來捉拿我，如同對付強盜一樣。我天天在你們當中，在聖殿裏施教，你們卻沒有捉拿我。但這是為應驗經上的話。門徒都撇下了耶穌，逃跑了。那時有一個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塊麻布跟隨耶穌，人們就抓住了那少年人，但他撇下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他們把耶穌帶到大司祭那裏，所有司祭長、長老和經師也都聚集在那裏。伯多祿遠遠的跟着耶穌，直到大司祭的庭院裏面，同差役們坐在一起烤火取暖。司祭長和全體公議會尋找控告耶穌的證據，好把他處死，但卻沒有找到。原來有許多人捏造假證據控告耶穌，但那些證據各不相符。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，控告耶穌說：我們曾聽他說過，我要拆毀這座用人手建造的聖殿，3天內要另建一座非人手所造的。連他們這個證據也不相符合。於是大司祭起來，站在中間問耶穌說：這些人作證控告你的事，你什麼也不回答嗎？耶穌默不作聲，什麼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問耶穌說：是默西亞，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？耶穌說：我是，並且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，乘着天上的雲彩降來。大司祭於是撕裂自己的衣服說：何必還需要見證呢？你們都聽見這褻瀆的話了，你們看該怎麼？眾人都判耶穌該死，有些人就開始向他吐唾沫，蒙住他的臉，用拳頭打他，對他說：你猜是誰吧？差役且用巴掌打他。伯多祿在下邊庭院，來了一個大司祭的侍女，看見伯多祿烤火，就注視他說：你也是和那個納匝肋人耶穌一起的？伯多祿卻否認說：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說什麼。伯多祿於是出去，到了門廊，雞就叫了。
那侍女看見伯多祿，就又對站在旁邊的人說：這人是和他們一起的。伯多祿又否認了。過了一會兒，站在旁邊的人又再對伯多祿說：你的確是和他們一起的，因為你也是個加利肋亞人。伯多祿就開始詛咒並發誓說：我不認識你們說的這個人。立刻雞就叫了第二。伯多祿於是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：雞叫兩篇以前，你要3次不承認我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到了清晨，司祭長、長老和經師和全體公議會商討完畢，就把耶穌捆綁起來，解送給比拉多。比拉多問耶穌說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耶穌回答說：是你說的。司祭長控告耶穌許多事，比拉多又問耶穌說：如何？他們控告你這麼多的事，你什麼都不回答嗎？耶穌仍然沒有回答什麼，以致比拉多大為驚異。每逢節日，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所要求的囚犯。當時有一個名叫巴勒巴的，他是與那些在暴動中殺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。群眾上去要求按慣例給他們辦理。比拉多回答他們說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？比拉多原知道司祭長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，但是司祭長卻煽動群眾，另要求他們釋放巴勒巴。比拉多又向他們說：那麼對你們所稱的猶太人君王，我可怎麼辦呢？群眾又喊說：釘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對他們說：他做了什麼惡事？他們越發喊說：釘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願意滿足群眾，就給他們釋放了巴勒巴，把耶穌鞭打後交給他們釘在十字架上。兵士把耶穌帶到庭院裏面，即總督府內，把全體隊叫齊，給耶穌穿上紫紅袍，編了一個字冠給他戴上，開始向他致敬說：猶太人的君王萬歲！然後用一根蘆葦敲他的頭，向他吐唾沫，屈膝朝拜他。兵士戲弄了耶穌之後，就給他脱去紫紅袍，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然後帶他出去，把他釘在十字架上。有一個基勒乃人西滿，是亞歷山大和魯庫的父親。他從田間來，正過路，他們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。他們將耶穌帶到哥爾哥達解說髑髏的地方。他們就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喝，耶穌卻沒有接受。他們就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並把他的衣服分開，拈鬮，看誰得到什麼。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這是第三時辰。他的罪狀牌上寫的是猶太人的君王。與耶穌一起，還釘了兩個強盜，一個在他右邊，一個在他左邊。
這就應驗了經上所說的，他被列於叛逆者之中。路過的人都侮辱耶穌，搖着頭說：哇！你這拆毀聖殿，3天內重建起來的，你從十字架上下來，救你自己吧。同樣，司祭長和經師也譏笑他，彼此說：他救了別人，卻不能救自己。默西亞，以色列的君王，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，叫我們看了好相信。連與他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罵他。到了第6時辰，遍地昏暗，直到第7時辰、第9時辰，在第9時辰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阿奴伊，阿奴伊，勒馬撒巴合達尼。意思是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了，就說：看，他呼喚厄里亞呢？有一個人就跑過去，把海綿浸透了醋，綁在蘆葦上，遞給他喝，說：等一等，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將他卸下。耶穌大喊一聲，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。請跪下。請起立。聖所裏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。站在十字架對面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了氣，就說：這人真是天主子。還有一些婦女從遠處觀望，其中有瑪利亞瑪達肋納、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及撒羅文。他們當耶穌在加利肋亞時，就跟隨了他，服侍他。還有其他許多與耶穌一同上耶路撒冷的婦女。到了傍晚，因為是預備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，來了一個阿尼馬特雅人若瑟，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，也是期待天國的人。他大膽地進見比拉多，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。比拉多驚疑耶穌已經死了，於是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否已死。既從百夫長口中得知了實情，就把屍體交給了若瑟。若瑟買了殮布，把耶穌卸下來，用殮布裹好，把他安放在岩石中鑿成的墳墓裏，然後滾來一塊石頭，堵住墳墓門口。那時，瑪利亞瑪達肋納及若瑟的母親瑪利亞留心觀看安放耶穌的地方。上主的話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請坐下。今日我哋加入聖枝遊行嘅隊伍，好有士氣去宣告我哋對基督嘅忠貞，同埋會遵照佢嘅教導，積極參與聖枝主日嘅，即係我哋呢個禮儀。我哋帶聖枝返屋企，
即係表態宣示，我哋其實係選擇去接受耶穌做君王，同埋佢係我哋生命、生活同埋家庭嘅統治者。主耶穌以受苦難同埋死亡救贖世人。咁我哋要積極參與聖週嘅禮儀，向耶穌表達感恩之情，又同天主以及佢嘅教會其實都可以修和，為我哋自己嘅罪去悔改。咁透過耶穌嘅教會，其實我哋接受天主嘅寬恕。教會今日慶祝聖枝主日，又係基督苦難主日。咁聖枝主日呢一日係踏入聖週，同埋歡迎耶穌進入我哋嘅生命，請教耶穌俾我哋去分擔佢嘅苦難、死亡以及復活。亦都係時候要回憶同埋再體驗嗰啲禮儀有關耶穌救贖我哋世人嘅。我睇呢個聖週嘅禮儀都好詳細描述耶穌死亡至到復活嘅過程，就係咁樣嘅原因啦。咁聖週亦都使我哋現時喺呢度間接去體驗耶穌當時嘅經歷，即係話我哋喺聖週透過禮儀經文內容紀念同埋去體驗，其實係包括回憶自己嘅罪過，自己嘅好多時係自私㗎啦，同埋希望我哋都渴望在耶穌內復活，因為佢想我哋所有嘅人能夠獲得救恩，向天主同埋向其他人，希望都可以或者表達一個想修和嘅心，以耶穌嘅死亡救贖我哋，復活為我哋。至於耶穌所做嘅，我哋都其實應該犧牲自己嘅生活。喺呢個聖週啱啱今日嘅開始，其實我哋打算點樣親近我哋嘅主咧？佢嘅苦難、死亡同埋復活，成為我哋救恩嘅奧蹟。對我哋嚟講，頭先已經講咗，要表達一個感恩嘅心，俾耶穌去寬恕我哋嘅罪，已經係好嘅事。因為第一方面，我哋承認好多事我哋會做，未必特登會做嘅啦，但係呢個係事實。好多時透過呢啲錯嘅事，會使到其他嘅人唔安樂啊，或者都會得罪佢哋啦。呢個同天主嘅關係都會破裂咗啦。但係好多時好可惜，我哋未必即刻諗一個實際嘅方法去同天主和好啦，同兄弟姊妹和好啦。好多時都會需要同自己和好。我哋係軟弱嘅時候，特別靠下天主賜俾佢嘅力量我哋，使我哋能夠喺表達基督嘅精神。我哋其實都表示好想同佢一齊同行。呢幾日我特別反省，主耶穌已經加入咗我哋嘅生活，喺我哋嘅生活心當中。咁佢邀請我哋加入喺佢嘅生活當中，呢個係好開心嘅事。我哋能夠把握呢個機會，其實都要唔知係感謝佢，即係實際嚟講，要睇下點樣可以使更加多嘅人把握呢個機會，加入喺天主嘅生活當中。因為佢當然入咗嚟我哋呢個世界，想同大家一齊建立一個特別嘅關係。好多時啲人都會忘記咗呢件事已經開始咗好耐之前，但係可能以為喺呢個時候已經過咗咁耐，而家乜都唔使做。我覺得
喺呢個時候更加多嘢要做，因為已經唔知係有即係成為教友嘅經驗。呢個救恩嘅奧蹟都可以加入喺好多唔同嘅人嘅生活當中。呢個係主耶穌邀請我哋分享佢嘅使命，我哋接受呢個支持。咁我哋應該睇下，尤其是喺呢個成就最重要嘅一個星期，對我哋基督徒嚟講，點樣可以使耶穌加入喺其他人嘅生活當中？今日我哋嘅禮儀係好豐富，讀經都好有豐富嘅意思。我哋想默想邊一部分，我相信會幫我哋繼續睇下主耶穌願意為我哋做任何嘅事。雖然好嘅死亡都係咁悲慘嘅啦，俾人否認，俾人出賣，俾人唔認，好多唔好呢啲嘅事發生喺我哋主嘅身上。佢願意為我哋每一個人去奉獻自己，希望我哋學習好似佢咁慷慨，無論其他人點樣睇我哋。如果我哋生活嘅原則都係跟福音，而且用福音去睇自己嘅生活，咁我相信無論決定點樣做、點樣生活，都係使我哋嘅天主咁開心，因為我哋都容易慷慨咁樣去生活。主耶穌嘅榜樣成為我哋生活嘅中心，同埋主耶穌成日都會喺呢啲時候特別祝福我哋，因為我哋都想加入喺佢嘅生活當中，而且想同佢一齊同行。我哋默想一下。請起立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聖父，天地萬物，無論有形無形，都是他所創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，天主的獨生子，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聖父所生，而非聖父所造，與聖父同稱同體，萬物是藉着他造成的。他為了我們人類，並為了我們的得救，從天降下。他因聖神，又同聖瑪利亞隨在肉軀，以是為人。他在搬在彼拉多執政時，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難而被埋葬。他正如聖經所在，第三日復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。他還要光榮地降來，審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國萬世無疆。我信聖神，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，由聖父聖子所共發。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，同享光榮。他曾藉先知們發言，我信唯一至聖至公，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。我承認赦罪的聖洗，只有一個。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。阿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主基督進入他的城市耶路撒冷，準備以十字架完成他的救世使命。讓我們此次跟隨他，
也為世界及教會的好處向他的父祈禱。請為普世教會祈禱，求主以真理和愛保存各地嘅教會，使到一切基督徒都皆能忠信跟隨基督到底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所有深深受到沉重痛苦嘅人祈禱，求主以十字架嘅奧蹟堅強佢哋，使到佢哋常懷希望，以自己嘅苦難參與基督嘅愉悅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主耶穌嚟到耶路撒冷，開始佢喺生命嘅最後歷程。就讓我哋為所有臨危嘅病人祈禱，求主帶領佢哋同埋家人係能夠共患困難嘅時刻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所有誤日祈禱嘅人祈禱，求主給予佢哋歸依嘅神恩，並使到佢哋有勇氣去脫離舊日嘅生活，面對新生嘅挑戰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請為我哋嘅堂區團體祈禱，整個教會今日都進入最神聖嘅一週。求主幫助各人妥善準備心靈，愉快咁履行各項嘅禮儀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現在我哋各人按照自己嘅需要，向天父祈求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我們。天主父，今天你的子民也跟隨着基督進入聖城。求你促使所有信眾都恒心跟隨他，不論順境或逆境，都不偏離他的道路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們。各位請坐。而家係進入聖祭禮儀奉獻嘅部分，就讓我哋隨同歌詠團一同詠唱頌恩嘅221首獻上。
請起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請你們祈禱，望住那啲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。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，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，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。信主，求你因你獨生子的苦難寬恕我們的罪過，雖然我們的行為不配領受你的恩惠，但求你聖子獨一無二的祭獻，願我們也能體驗到你的憐憫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舉心向上，我們全心歸向上主。鄭重感謝主我們的天主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藉着我們的主基督，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，實在是理所當然的，邊有助我們獲得救恩？基督清白無辜，卻甘願為不虔敬的人受苦，他接受定罪，為拯救罪人，他的死亡洗斷我們的過犯，他的復活促使我們成義得救。為此，我們隨同所有天使讚美你，尊崇你，不停地歡呼。聖聖聖，上主萬有的主，你的光榮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奉主名而來的，當受讚美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信主你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所創造的萬物，你當讚美你，因為你藉着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以聖神的德能，養育聖化萬有，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，好能時時處處向你獻上純潔的祭獻。信主，所以我們懇求你，藉着聖神祝聖我們獻給你的這些禮品，這成為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。我們遵照他的命令，舉行這項奧蹟。他在被出賣的那天晚上，拿起麵餅，感謝讚頌你，把麵餅分開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又拿起杯來，感謝讚頌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亦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信他的奧蹟。
因此，我們紀念你聖子救世苦難和他神奇的復活升天，並期待他再度來臨。以感恩的心情，獻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，請垂顧你教會的奉獻，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。求你使我們領受了聖子的聖體聖血之後，得以充滿他的聖神，在基督內成為一三一體。願聖神使我們成為你永恆的祭品，得與你揀選的人，首先與天主天母同稱榮福瑪利亞，是我的前輩善若瑟，你的聖宗徒及光榮的殉道者，以及全體聖人，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。我們深信他們的傳教，使我們不斷地獲得自由。信主，但願這與你修好之際，有助於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德教，並使旅途中的教會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、我們的主教周守仁書記、全體師牧、聖職人員，以及你所救贖的全體子民，在信德和愛德中堅定不移。你嘅願這大價正是立在你台前，求你也俯眼全家的願望。真實的聖父，求你使神居各處的子女和你團聚，求你恩寵我們已亡的弟兄姊妹和所有去世的聖人進入天國。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國永遠同享你的光榮，因我們的主基督，你藉着他賜給世界一切美善。藉着基督界同基督，在基督內，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，全能的天主聖父，及與你同體的聖神，世世無窮。阿們。我們嘅尊崇及主的凡事，有承受他的教導，再感説：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常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教我們免於兇惡。信主，我們祈禱這永恆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。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，因此我們今世平安，使我們要嚟你的人時永久奪免罪惡，並在一切群語中獲得安全。天下萬國，普世權威，一切榮耀永歸於你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曾對宗徒說：我將平安留給你們，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。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，但看你教會的純德，並按照你的聖意，使教會安定重結，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主的平安隨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大家活中基督內嘅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憐我們；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憐我們；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賜給我們平安。請看天主的羔羊，請看除免世罪者，對付聖言的人是有福的。都不記到心裏，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就命令隨處。
領主榮。請大家一同詠唱頌恩嘅466首《西翁讚揚上救主》。
請起立，領主後經喺禮儀書嘅69頁。信主，我們飽向了神聖的食糧，你既藉聖子的死亡，使我們對所信的唯有希望，懇切求你，使我們也因他的復活得以到達我們向往的天鄉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，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們。各位請坐。而家有4項嘅堂區報告。第一項，3月28日聖週4晚上8點鐘係舉行主的晚餐。彌撒之後，教友可以朝拜聖體至晚上11點。當晚將舉行作祝禮。而家誠意邀請12位教友報名參與。如果有意參與作祝禮嘅，請盡快到堂區辦事處報名。另外，聖週4、5、6早上冇平日彌撒。第二項，3月29日聖週5下晝1點45分舉行拜苦路及下晝3點鐘舉行救主受難紀念。當天不設泊車位，請教友留意。另外，年滿14歲嘅信友，須於當天守小齋；年滿18歲而未達60歲嘅信友，亦須守大齋。並且教友帶回天主教4旬期運動嘅奉獻盒，放喺堂區辦事處外嘅收集箱。第三項，3月30日聖週6晚上8點鐘舉行復活慶典夜間禮儀，並於彌撒之後舉行茶點，一同慶祝。最後一項，4月4號星期四係清明節，適逢當日係復活節8日慶典期星期四，當天早上8點鐘將舉行平日彌撒，而不會舉行追思彌撒。堂區報告完畢。而家請小朋友排隊到祭台前接受神父嘅降福，而我哋亦會詠唱頌恩嘅382首祝福你。全恩的天主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。請起立。頭先喺堂區報告，我哋都聽到我哋聖週嘅禮儀彌撒嘅時間。今年我哋
開心，都會特別歡迎8個候洗者會領受入門聖事啦。3個小朋友都係同爸爸媽媽一齊會領洗，同埋5位教友都會領堅振聖事。我哋希望特別繼續支持佢哋，同埋幫手培養佢哋嘅信仰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國福。信主，我們懇求你垂顧這大家庭，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曾為了他毫不遲疑把自己交給惡人手中，並接受了十字架苦刑，他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們。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讓我們平安回去，以愛心為主服務，彌撒乃聖。禮成詠，請大家一同詠唱頌恩嘅576首《耶路撒冷讚美上主》。